会追你来没得？怎么我吃打不读人了？怎么我吃打不读人了？读呗。那个人家在忙活，那个人家在那忙活呢。别人这回没都没有留进了手。阿拉那么大，哎，阿拉那么大，多些呗。阿拉那么大，这么大的嘛？那别人这回没都没领哩。哦，这个时候那没看到了。不溜。啊，他大弟弟。他大弟弟有个孙子没有？俺老人的。你老咋来了嘛？有个孙子没包。俺今年哪有米呀？那里，俺到谁了？俺那么多的钱，俺第那里少不的，俺来了没得？啊，我们来，啥都没来嘛，他咋地老大去哪了？哎，俺都干啥不？这个不可能有原因。我还没在俺我头不人，那不是来别来呗？老，怎么我知道？不来了，包着，不来了，不来不下个米，毛有个东西，毛有个东西，他打地铁怎么了？他打地铁也在屋内。对，有个东西。毛有啊嘛，你有啊嘛，喏。没有，我别的嘞，我别的嘞，来吧。他怎么别的嘞？别把别的。